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品心語。人性鐵律無聲無息咁主宰住我哋嘅人生，但好少人肯面對呢個人類行為同心理嘅基本規律。就算你知道結果，你都仲係會犯。直到有一日你真係痛過，你先至會覺悟。我哋總係喺失去之後，先至明白咩係真係重要嘅。呢種醒悟通常都嚟得太遲，因為人性總係令我哋追逐一時嘅得失，而忽略咗長遠嘅價值。當我哋回頭嘅時候，嗰啲未曾珍惜過嘅嘢，早已變成咗無法挽回嘅遺憾。即使有啲說話朗朗上口，呢種錯誤好似物理定律咁準確，幾乎無人能例外。失去先至懂得珍惜，人永遠覺得仲有時間。人慣咗對陌生人好，對親人發脾氣，人總係用恨去掩飾愛，因為太在乎，但又怕受傷，所以用憤怒、冷漠甚至仇恨去掩蓋心底嘅愛。一位忙於事業嘅爸爸，因為長期忽略陪伴仔女而同屋企人變得疏遠。喺仔仔小學畢業典禮上，爸爸因為工作太忙冇辦法出席。仔仔企喺台上望住空無一人嘅觀眾席，默默低頭抹走眼角嘅淚水，感到好深嘅失落同埋孤單。見到其他家長為仔女驕傲咁拍手，而自己嘅座位卻空無一人，佢感受到被忽視同埋唔被重視嘅難過情緒，有一種微弱嘅自我懷疑，係唔係自己唔夠重要，所以先冇得到爸爸嘅關注。仔仔心入面埋咗個渴望，希望有一日可以得到爸爸全心全意嘅陪伴同埋認可，但呢種渴望越係強烈，失望亦都可能越深。尤其當呢種情況反覆出現嘅時候，一個溫暖嘅週末下午，仔仔喺門口擺咗2張凳，手入面捧住個足球，滿心期待咁講：爸爸，今日我哋一齊踢波好唔好？但爸爸只係簡單回咗一句：爸爸仲要處理文件，下次一定陪你。仔仔失望咁放低足球，望住爸爸越走越遠嘅背影，細細聲講：下次究竟係邊一日呢？幾年後嘅一個深夜，仔仔喺窗邊攬住自己最中意嘅玩具，低聲對住夜空講：爸爸，今日工作一定好忙係咪啊？我希望佢可以嚟睇我嘅比賽同埋小學畢業典禮，佢都滿心期待爸爸可以出現。仔仔喺球場上面奮力咁拼搏，但始終都揾唔到人群入面嗰個熟悉嘅身影。佢默默收好獎牌，低聲細細聲講：爸爸，今次又係好忙係咪啊？呢啲未兌現嘅期盼，成為佢成長中最深嘅孤寂。直到仔仔成年後揀咗離開屋企，爸爸先至意識到自己錯過咗仔仔成長中最寶貴嘅時光。當爸爸翻開舊相簿，見到仔仔細個嗰陣寫低希望爸爸可以多啲陪我嗰句說話嘅時候，佢隻手震，眼眶逐漸濕晒。佢緊握住嗰張紙條，仿佛仔仔嘅聲音就喺耳邊響起。佢無法克制內心嘅情感，眼淚好似泉水咁湧落嚟。佢跪喺地下，細細聲喃喃自語：我點解會咁疏忽？呢一刻，佢終於明白，所有嘅成就都冇辦法彌補佢喺仔仔生命中缺席嘅空白。佢喺仔仔短暫嘅童年已經悄悄流逝之後，先明白，事業上嘅成功再輝煌，都冇辦法彌補失去家庭時光嘅遺憾。仔仔嘅成長過程唔會重嚟，而嗰啲疏離嘅歲月，令佢錯過咗無數親情嘅瞬間。佢嘅得係職場上嘅成就，佢嘅失係家庭嘅羈絆同埋生命中最真摯嘅愛。呢份反思深刻咁提醒咗其他人，唔好俾眼前嘅追逐遮蓋咗真正重要嘅關係同埋幸福。唔好成日俾人喺追求成功同埋利益嘅過程中迷失方向，忽略咗生命中最重要嘅親情、愛同埋家庭嘅陪伴。透過爸爸嘅悔恨同反思，我哋睇到成功係冇辦法彌補失去嘅寶貴時光。唔好俾眼前嘅追逐遮蓋咗生命中最珍貴嘅部分，學識珍惜，先至可以避免遺憾。如果聽日係你生命中最後一日，你最遺憾嘅會係啲乜嘢？
而家開始改變，仲嚟得切嗎？你最後一次攬住你最愛嘅人係幾時？你最後一次為其他人提供無私幫助又係幾時？今日嘅你會成為其他人生命中嘅遺憾，定係幸福嘅回憶？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可以俾你啲啟示。記住點個讚同分享出去，讓更多人一齊加入我哋。希望你用正能量同勇氣去迎接生命嘅挑戰。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一句，唔好忘記關注小品心語。多謝你嘅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。